每一天，我们的身体就像一辆使用多年的机车，如果刹车系统不再灵敏，只要轻轻一碰，就会失去平衡。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验？早上起床时，感觉有点站不稳，穿裤子的时候需要扶着墙壁，或者在厨房弯腰拿东西时必须抓住椅子，这些都不是你的身体变弱了，而是你的平衡反射正在沉睡。很多人以为这是年纪大了无法避免的衰退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肌肉无力，而是神经系统传递信号的速度变慢了，就像交通号志出现故障，车辆还在行驶，但信号延迟了几秒钟，这时候意外随时可能发生。如果你没有看完这支影片，你可能会错过最简单的方法，让你在接下来的30天内避免跌倒的风险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经过无数案例验证的事实。我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的身体还没有衰退，它只是需要用正确的方式被唤醒。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，我会用最浅显易懂的方式，让你明白如何重新启动这些沉睡的反射，让你重拾行动的信心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接收我们最优质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观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上数字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上数字0。让我们开始吧。在厨房里，许多年长的朋友开始发现自己必须抓住椅子才能弯腰拿东西，这不是偶然，而是一个普遍的现象。让我用简单的方式解释给你听。我们的身体里有一个叫做姿势反射的神经网络，它的工作就是在我们重心偏移时，自动帮助我们调整身体，保持平衡。想象一下，当你突然向左倾斜，大脑会立刻发出信号，让你的肌肉做出反应，把身体拉回来。但是当我们长时间缺乏运动，这个系统就会变得迟钝，神经传递信号的速度变慢了，肌肉的反应也跟着迟缓。结果就是，当你真的失去平衡时，身体来不及做出反应，跌倒就这样发生了。这就像一组故障的交通号志，车子还在正常行驶，但是红绿灯的信号延迟了几秒钟，驾驶无法及时刹车，事故就难以避免。同样的道理，你的身体机能并没有完全丧失，只是反应速度跟不上了。我想让你知道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也不是你不够努力，这是衰老过程中自然会发生的现象，每个人都会面对。重要的是，我们不能忽视它，但也不必害怕它。好消息是，这些反射是可以被重新唤醒的，而且不需要你去健身房，不需要昂贵的器材，只需要每天几分钟的练习，就能让你的身体重新记住如何保持平衡。现在，让我们深入了解3个最重要的平衡反射，它们决定了你在日常生活中能否站稳脚步。第一个是侧向反射，也就是当你的身体向左或向右倾斜时，能够自动调整回来的能力。比如说，你在走路时突然踩到不平的地面，这个反射就会立刻启动，帮助你稳住身体，避免摔倒。第二个是前倾反射，这是当你弯腰拿东西或从椅子上站起来时，
保护你不会向前跌倒的机制。很多长辈在弯腰时感到不稳，就是因为这个反射变弱了。第三个是旋转反射，负责在你转头或转身时维持身体的稳定。当你听到身旁有人叫你转过头去回应时，这个反射会确保你不会因为快速转动而失去平衡。这些反射的运作原理其实很简单。当你的身体偏离正常姿势时，内耳的平衡器官会立刻侦测到，并将信号传送到大脑。大脑接收到信号后，会马上命令相关的肌肉群收缩或放松，让你恢复平衡。整个过程通常只需要0.1到0.2秒，但是当这些反射变弱时，信号传递的速度会延迟0.2到0.3秒。别小看这短短的时间差，它足以让你在滑倒或失去平衡时无法及时反应，最终导致跌倒。我喜欢用这个比喻，反射就像汽车的 ABS 防锁死刹车系统。当你紧急刹车时， ABS 会帮助你保持车辆的稳定，但如果这个系统延迟了半秒才启动，你就会失去控制，发生意外。这就是为什么许多60岁以上的朋友，即使肌肉还算强壮，仍然容易跌倒，因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力量，而在于反射的速度。当反射沉睡时，无论你的肌肉多么有力，都无法在关键时刻保护你。理解这个真正的原因，是你重建信心的第一步。接下来，我要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，让我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。主角是住在台南的陈伯，今年67岁。陈伯是一位退休的工人，平时喜欢到市场买菜，和老朋友聊聊天。但大约1年前，他开始注意到自己的身体出现了变化。每次从椅子上站起来，他都必须用手撑着扶手，否则就会感到站不稳。走在路上时，如果不小心踩到一颗小石头，他也会晃一下，心里感到一阵恐慌。最让陈伯困扰的是，他开始害怕一个人出门。有一次在市场里，他弯腰想拿地上的塑胶袋，突然觉得头晕，差点摔倒。幸好旁边的摊贩及时扶住了他。从那之后，他变得非常小心，每个动作都要扶着东西才敢做。陈伯的女儿看到父亲变得越来越没有信心，便带他来找我咨询。经过简单的评估，我发现陈伯的肌肉力量其实还不错，真正的问题在于他的平衡反射几乎完全迟钝了。我教了陈伯3个非常简单的动作：侧向重心转移、单脚弯腰捡物，以及坐姿旋转。我告诉他，每天只需要5分钟，不需要任何器材，在家里就可以练习。陈伯很认真地执行，每天早上起床后，他就会花5分钟做这3个动作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他做侧向重心转移时，还需要扶着墙壁，单脚弯腰，更是完全做不到。但他没有放弃，继续坚持。3个星期后，陈伯再次来找我，他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他告诉我，医师，我现在站起来不用扶椅子了，脚步也稳了很多。更让他开心的是，他又敢一个人去市场了，不再担心会突然跌倒。陈伯的故事让我深深体会到一件事：改变的不是年龄，而是身体反应的方式。
他的身体没有变年轻，但他重新唤醒了沉睡的反射，让神经和肌肉再次学会如何合作。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，你不需要超人般的力量，你只需要唤醒那些正在沉睡的反射。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，根据统计，每年有超过30%的70岁以上长者至少跌倒一次，但更令人惊讶的是，这些跌倒事件中有80%是可以预防的，只要他们的反射速度能够快上短短的200毫秒。200毫秒是什么概念？那是眨眼之间的时间，是你听到声音到转头的瞬间，是你手指按下开关的那一刻，就是这么短暂的时间差，决定了你是稳稳站住，还是摔倒在地。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年龄，而在于神经反应的速度。当你的大脑接收到身体正在失去平衡的信号时，如果它能在0.1秒内发出指令，你的肌肉就能及时收缩，把你拉回来。但如果这个信号延迟了0.3秒，你就会来不及反应，跌倒就这样发生了。让我用一个更直观的比喻，想象你开车时，前方突然有一辆车急刹，你需要立刻踩下刹车。如果你的反应时间是0.1秒，你可以安全停下来。但如果你的反应延迟了0.3秒，即使只是一个小小的延迟，你也可能撞上前车。跌倒也是同样的道理，一个小小的滑倒，一次轻微的绊倒，如果你的反射能在瞬间启动，你就能保持平衡。但如果反射迟钝了，你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做出反应，后果可能非常严重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，重点不在于你有多强壮，而在于你的身体能否快速反应。许多长辈每天走路、做家事，肌肉看起来还算有力，但一旦遇到突发状况，他们的身体就是无法及时做出调整。但这下里有一个好消息，反射速度是可以训练的，就像你可以通过练习让自己打字更快，你也可以通过正确的练习让你的平衡反射更加灵敏。关键在于，你不需要更大的力量，你需要的是更聪明的训练方式。接下来，我会一步一步教你如何做到这一点。现在，让我详细教你3个能够重新唤醒平衡反射的动作。这些动作非常简单，不需要任何器材，在家里就可以安全地练习。动作1：侧向平衡练习。首先，找一个空旷的地方，最好旁边有墙壁或稳固的家具可以扶，双脚打开与肩同宽，站直身体，眼睛直视前方。接下来，慢慢将重心移向右侧，你会感觉到右脚承受了更多的体重，而左脚变轻了。这时候，轻轻弯曲左膝，让左脚几乎离开地面，但不要完全抬起来，保持这个姿势2秒钟，然后慢慢将重心移回中间，重复同样的动作。这次将重心移向左侧，弯曲右膝，每一侧做5次，每次保持2秒。刚开始练习时，你可能会觉得很不稳，这是正常的。记得，旁边一定要有东西可以扶，确保安全。随着练习的进行，你可以逐渐增加难度，比如说，把双脚站得更宽一点，或者将保持的时间延长到3秒、4秒，但千万不要勉强自己。进步是需要时间的，
这个动作的价值在于，它能够训练你的侧向反射，也就是当你的身体向左或向右倾斜时，能够快速调整回来的能力，这个在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。比如走在不平的路面上，或者突然被人撞到时，这个反射就会保护你。动作2，弯腰捡物练习。接下来是第2个动作，在地上放一个轻的物品，比如一只袜子或一条小毛巾，放在你前方大约50公分的位置，站直身体。如果你觉得平衡还不够稳，可以把双脚打开，与肩同宽。如果你想增加难度，可以尝试单脚站立，慢慢弯腰，伸手去捡地上的物品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保持呼吸平稳，不要憋气。捡起物品后，慢慢站直，回到起始位置。如果你用单脚站立，记得2只脚都要练习，每只脚做5次。如果单脚太困难，就用双脚，但试着让其中一只脚的脚跟稍微离开地面，这样也能达到训练的效果。这个动作训练的是前倾反射，也就是当你弯腰或向前倾时，身体能够保持平衡的能力。许多长辈在弯腰捡东西时会失去平衡，就是因为这个反射变弱了。通过这个练习，你不仅能够改善反射，还能增强核心肌群的控制力。动作3，坐姿旋转练习。最后一个动作是坐在椅子上进行的，选一把稳固的椅子，坐下来，保持背部挺直，双脚平放在地上，拿2个小水瓶，一手拿一瓶。如果没有水瓶，也可以用其他轻的物品代替。双手向前伸直，然后慢慢将上半身向左旋转，眼睛跟着手的方向看，转到你觉得舒服的角度，停留2到3秒，然后慢慢转回正中间，接着做同样的动作，但这次向右旋转，每一侧做5次，记得动作要缓慢，不要急。这个动作训练的是旋转反射，帮助你在转头或转身时保持稳定。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常常需要转身拿东西，或者转头跟人说话。这个反射能确保你在这些动作中不会失去平衡。安全提醒：在做这些练习时，有几件事情你必须注意。如果在练习过程中感到头晕、胸闷，或者膝盖、腰部有明显的疼痛，请立刻停止，不要勉强继续，这些可能是身体发出的警讯。你应该先咨询医师的意见。此外，练习时旁边一定要有稳固的支撑物，确保即使失去平衡也能立刻辅助。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。我们今天谈了很多，让我为你总结一下核心的讯息。3个反射：侧向反射、前倾反射、旋转反射，这是让你重拾行动信心的3把钥匙。它们不需要你花很多时间，也不需要复杂的器材，只需要每天5分钟，在家里就能练习。我希望你能从今天开始，每天抽出一点时间，让你的身体重新记住如何保持平衡。这不仅是为了避免跌倒，更是为了让你能够自由自在的生活，不再因为担心跌倒而限制自己的行动。请你实际去做，也请你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，这是你送给他们最好的安全感，是一份无价的礼物。在下一支影片中，
我会教你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，只需要1分钟就能检测出你跌倒的风险有多高。这个测试可以帮助你了解自己目前的状况，并且知道该从哪里开始改善。记住，当反射苏醒时，信心也会随之回来。你的身体比你想象的更有潜力，它只是需要被唤醒。谢谢你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Retry Claude can make mistakes. Please double check responses.